堅尼地球頻道改革，4月1號至到7號係最後嘅過渡期，主台會恢復堅尼地球校長室國際關係同私人珍藏品主題。而想收睇獨家訪談，請進入會員區。經濟組全新節目，今個星期會喺新台先力正經首播同埋主台聯播。喺今個星期之後，經濟組節目只會喺經濟台出現。新安排之下，希望大家可以揾到各自有興趣嘅節目啦。呢度係一個用國際關係重新認識世界嘅平台，係情緒主導、立場先行、兩極化、消費個人嘅煩囂網絡。如果你都厭倦咗呢啲嘅雜音，請等我哋安靜思考30分鐘。呢度唔會灌輸結論，唔會強加於人，只會每日俾你一張睇通世界運行規律嘅權力地圖。Hello， 大家好。由今日開始，我會重新喺呢個平台恆常咁樣出現，同大家分享各種國際關係嘅資訊，同埋我嘅一啲觀察、分析、結構同埋個人興趣。隨住我哋嘅經濟台成立，30分鐘國際地圖堅尼地球校長室呢個國際關係嘅環節，亦都會搬翻嚟呢個主頻道。但係點解呢幾年我會咁刻意淡出於 YouTube 呢個世界？又點解會翻嚟呢？呢幾年嘅心路歷程其實係好複雜嘅。既然今次係翻嚟第一次見面，好希望好坦率咁樣，毫無修飾咁樣去分享我自己對網絡生態啦，或者係 YouTube 呢個平台嘅觀察。畢竟喺呢個時代，大家都需要揾到各自真正有需要嘅地方，而我哋好希望可以揾到目標嘅觀眾。換句話講，必須要精準定義究竟我哋係想做啲乜嘢，我哋希望傳遞咩資訊，而我哋希望咩人喺呢一度，或者唔希望傳遞咩錯誤嘅信息。所以今次我哋希望由演算法或者係網絡嘅文化開始講起，再講到究竟我哋喺呢一個 channel 係希望做啲乜嘢嘅。咁而我個人點解喺呢幾年淡出於 YouTube 嘅平台，亦都係頭先我哋所講嘅宏觀框架嘅一部分。咁呢個觀察唔單止係自己嘅心路歷程啦，亦都係暗合於呢個時代嘅一啲結構同埋調整。咁我哋就先由 YouTube 喺呢幾年我眼中出現咗嘅問題開始講起，再去講翻點解又會希望喺度出現，而我哋希望出現之後未來嘅生態點樣先至係理想嘅知識傳播嘅平台。今日我哋就詳細可能唔止30分鐘咁講呢一啲嘅來龍去脈。要精準去定義目標嘅受眾，從來都唔係簡單嘅事情。所以今日我希望繼續去探討，都係最後一次啦。呢一個話題就係咩叫做網絡公民素養呢？我哋講咗好多演算法有關嘅問題，但係同一時間另一方面接收方亦都係一個好值得研究嘅題材。聽日會正式開始講國際嘅題材啦。咁但係今日呢，希望繼續可以喺 Target Audience 呢一個題材嗰度同大家進一步探討，亦都請咗陶國璋教授喺會員區同我哋更加深入咁樣分析佢哲學層面嘅見解。喺哲學嘅層面又點樣理解喺網絡時代點樣去促進有價值、有養分、多角度、立體嘅討論呢？咁喺佢嘅討論就會喺會員區入面分享啦。咁但係嚟緊呢30分鐘，我哋希望援引幾個學術嘅理論去解釋理想中嘅網絡公民應該係點樣呢？理想中嘅網絡世界點樣可以做到我哋傳說中嘅通識教育呢？係一個充滿泥濘嘅網絡世界，我哋點樣依然可以揾到各自希望得到嘅知識傳播渠道呢？以下呢半個鐘頭，如果你覺得係好沉悶、好唔關事、好離地同埋好唔係你想要嘅嘢，咁就好清晰。呢個世界好大啦，每人都應該揾到自己合適嘅地方。但係如果你覺得呢啲題材都係你好困擾、好關心嘅，如果你希望每日喺網絡世界嘅時間唔係純粹作為情緒嘅宣洩，而係都希望有啲得着嘅，咁如果你有咩心得或者有咩建議，真係好衷心期望你可以喺私人嘅途徑啦，又或者係我哋嘅會員區啦，或者係 inbox 啦，俾翻啲回饋。希望你嘅建議可以令到我哋更加容易揾到精準嘅 target audience 嘅群組。請大家一齊分享。
熟悉我嘅朋友會知道，我一向都非常非常唔喜歡網絡嘅演算法，其實亦都幾唔喜歡 YouTube 呢一類根據演算法而派發嘅平台。但係客觀嚟講，我哋作為現代人，好多工作無可避免都係已經高度依賴網絡，又或者係高度依賴近年發展一日千里嘅 AI 人工智能。所以喺呢幾年，我自己啦，好努力咁希望養成一種可以突破演算法、自己設定自己演算法嘅習慣。底線就係唔希望好似所謂嘅社畜咁樣，每日都被一啲冇養分嘅電子飼料咁樣去餵食。呢方面，如果喺我個人嘅層面，我認為自己係成功嘅。人生苦短，對一啲唔值得關注嘅人、唔值得關注嘅事，我哋係唔應該有一秒嘅時間、一格嘅記憶體，即係 RAM 啦，或者一絲嘅情緒釋放出嚟。畢竟每個人都應該選擇自己嘅人生。喺咁嘅前提之下，YouTube Channel 喺現有嘅生態之下，就一度成為咗我心目中嘅雞肋咯。所以喺呢幾年，雖然呢個平台係我自己最初一手一腳建立，去到好多人眼中都叫做有一定嘅成功，收睇嘅人數或者係 subscribe 嘅人數喺呢一類好沉悶嘅內容嚟講，確實叫做係好破格嘅。但係我都係決定咗，真係需要淡出 YouTube 啦。於是就請咗唔同嘅朋友嚟逐步接手啦。原因係有好多嘅，但係總括嚟講就係以下呢幾點。咁今日重新喺度出現啦，再睇翻呢幾點嘅原因，反思、反思、再反思。咁我哋不妨一齊去諗下，究竟呢啲觀察係唔係正確呢？如果大家覺得唔正確嘅話，咁當然你唔需要喺度存在啦。但係如果覺得係正確嘅話，又應該點樣去回應呢？第一，回想翻啱啱開始個人頻道嘅時候，就好似再之前更加年代久遠嘅時候，開始當時嘅 Facebook 專頁嘅時候，咁我並唔知道咩嘢係 YouTube channel 嚟嘅，因為平時我係唔係點睇 YouTube 嘅。對嗰啲咩流量密碼演算法啊，或者係廣告啊，點樣係有收入諸如此類，當時我完全冇諗過，亦都冇研究過，因為當其時係一個大時代，係歷史上好少數全民好真誠，無論咩立場都好真誠咁樣渴求知識嘅大時代。就算係一啲平時好趕客嘅國際關係理論都好啦，嗰陣時都忽然之間有好多朋友好有興趣。而且呢種嘅熱誠，當其時啦，唔單止係喺線上，亦都係線下嘅。譬如話某一班我教咗10幾年喺大學，從來都冇試過落堂之後有一大班學生啊、旁聽生啊，甚至係你唔認識嘅人圍住討論好耐好耐。呢一種好超現實嘅時刻，確實係難忘嘅。而正正係嗰個時刻，就開咗呢一個線上嘅 channel，原意亦都係分享同樣嘅知識。而呢一類嘅時刻當然係可貴啦，因為佢係超現實，係短暫嘅。如果每一刻都係咁樣，就唔可貴啦。當然之後全世界亦都會回復翻常態，我哋大家熟悉嘅常態，對知識嘅渴求變成咗對資訊嘅極度貧乏同埋疲勞。而坦白講，我自己都有咁嘅感覺。平時有幾可好希望睇到新聞啊！而當時所謂嘅兄弟爬山，亦都成為今日睇翻轉頭好遙不可及嘅神話。究竟有冇發生過嘅呢？而國安法呢一種法家嘅精神，無論你點樣睇呢一類嘅法律，客觀效果就係要製造各種各樣嘅分化同埋對立。而演算法呢個係網絡世界嘅二元對立 binary 嘅思維操作之下，頭先我哋所講嘅現象，亦都只會幾何級數咁樣變本加厲。於是二元對立、兩極化、各走極端，成為咗網絡世界嘅常態。但係人類嘅常態本來唔應該係咁樣嘅。當公海並唔鼓勵客觀分享知識嘅平台，只係鼓勵情緒宣泄，走到去最盡最極端。當其時我就會覺得開始留翻喺我嘅會員區分享知識，目標群眾已經足夠啦。點解要參與一啲自己唔喜歡嘅遊戲呢？而頭先所講嘅現象，當然唔係香港或者香港群體或者香港人使用網絡獨有嘅問題啦。如果淨係關於香港，一切好容易理解，好容易習慣。但係作為一個研究國際關係多年嘅人啦，令我本業更加唔安心嘅就係話，國際關係研究或者評論本身，近年喺互聯網，無論喺咩世界、咩語言嘅世界，都係被高度扭曲嘅，被呢一種二元對立高度扭曲嘅。
特朗普嘅出現就係最好嘅例子啦。喺美國本土，所謂撐 Trump 或者係反 Trump 嘅壁壘分明，係我喺美國讀書以嚟從來都冇經歷過嘅。身邊好多有識之士，只要講起呢一個人，就會激起異乎尋常嘅反應，一係會支持佢嘅一切，一係會否定佢嘅一切。但係如果你喺美國生活，呢一種嘅反應多多少少都仲係可以理解。但係更加尷尬嘅係，好多香港人其實係代入咗各式各樣嘅個人情感喺特朗普呢個中介體身上，再借題發揮。咁樣嘅討論基本上已經係失去咗基礎啦。你撐佢反佢，其實同佢本人早已經無關，係講緊第二啲嘢。咁國際關係評論嘅需求其實係啲乜嘢呢？喺網絡嘅世界，經常就係要一個好即食嘅答案。場仗打唔打啊？打幾耐啊？邊個贏啊？個市升定跌啦？如果需求係呢啲，咁你揾一個燈神反燈神，呢啲係玄學嘅範疇，係另一個 discipline， 另一個行業嚟嘅。但係我始終相信知識重要嘅係結構、方法論 methodology。每一個人都可以根據自己個框架同埋自己所理解嘅客觀現實，得出自己各自嘅結論。呢啲我哋當年上堂經常強調嘅，我哋講嘅同埋嗰個 skill set 同埋嗰個 structure， 但係你個人嘅立場係點樣？呢個就係你自己嘅決定啦。我哋嘅工作唔應該係要強加自己嘅結論於其他人，而係應該提供思考嘅框架。但係頭先所講嘅一切喺公海基本上係啱啱調轉，啱啱相反 counterproductive 嘅。咁未講落去之前，我哋不如停低諗一諗，究竟呢啲幾年前嘅觀察，今日仲係咪 valid 呢？仲係咪存在呢？而喺香港巨變之後，社會變得越嚟越所謂原子化啦。而特朗普時代全球高度嘅二元對立啦，其實都唔係史無前例。畢竟變幻先至係永恆，二元對立喺人類嘅歷史上從來都冇失去過主流嘅地位。但係究竟佢影響成點？深度同埋廣度 intensity 有幾多？呢啲就係中介體嘅責任啦。而今日負責接收啦、回饋啦，即係 feedback 一切最重要嘅中介體，無論你係咩年齡、住喺咩地方、咩學歷、有咩興趣，你個中介好多時就係互聯網啦。而互聯網演算法嘅設計，一同埋零電腦嘅操作，後天好劇化咁樣一切嘅 binary 二元對立嘅思維。就算係你寫一篇食評，演算法都會需要你揾到你嘅對立面、你嘅敵人，咁先至有效派發。背後演算法嘅原因，表面上係純商業嘅。網絡工程師會認為人性關注嘅一定係嚟自你嘅情緒，喜怒哀樂、好奇、仇恨，諸如此類都係情。雖然任何活生生嘅人同埋事都應該係立體嘅，我哋好難揾到一個童話故事嘅好人或者係壞人，絕對嘅美食、絕對嘅劣食。但係互聯網收入同各種廣告係高度掛鈎，都係要爭相吸引眼球。於是最方便就係用翻一同埋零絕對化嘅表述你嘅情緒嚟演算一切。我哋不妨自己問下 AI 嘅 program， 譬如話 GPT 啊等等，乜嘢嘅題目會容易派發呢？咁佢會好清晰答到你嘅，對立面強啦，情緒度高啦，就會得到幾何級數嘅派發效果，因為幾何級數係計轉發再轉發嘅。換句話講，如果佢哋係扭曲緊現實，亦都同樣會得到幾何級數嘅傳訊效果。而呢一種嘅公式，同樣係唔少政權好喜歡嘅。於是互聯網嘅霸權同埋政治社會嘅霸權，呢兩大強權客觀上就結合咗啦，徹底改造緊我哋認知嘅世界。咁你係咪要跟隨呢？咁即係你其實覺得你呢幾年嚟喺網絡世界去傳播一啲大學應該係通識教育先至要講嘅嘢，你覺得有冇效咧？你會點去評估咧？有效嘅，或者我自己嘅所謂初心啦，係冇諗住做咁多嘅。我諗你想問嘅問題就係我自己點樣堅持咁耐啊，或者係有咩想法？我係相當之無謂嘅。我發覺都有2000零人，初初係千零人啫嘛，晚2000零人有時多啲咁樣。大學裏邊聽嚟聽去都係70-80人啫，但係而家你有一個好穩定嘅人，一啲觀眾聽眾，
有3、4千人咯。喺香港通常以香港為主要。當然我哋冇辦法同嗰啲 YouTuber 比較，但係我幾滿意㗎。但係我個人嘅感受咧，即係我聽Simon 你講好多呢啲國際事嘅啲嘢，咁我係好中意聽嘅。咁但係咧，我個感覺咧，我聽當然問題唔大，即係意思理解啊其他嘢。但係我有時諗下咧，你講嘅一啲內容咧，有時係即係一般讀完大學嘅人都未必聽得明，未必一定係把握到啊。我一直好喜歡你哋呢個台，呢個台裏邊咧係比較知識性，同埋係比較又唔可以叫精英嘅，大家明白啦。我哋唔係特別精英，意思最少係 intellectual 嗰啲。咁好啦，到我自己翻轉頭諗咧，就係呢種 intellectual 咧唔容易普及㗎，甚至唔關演算法嘅問題。呢點我覺得對堅尼地咧有一個構想就係、可能唔係個台嘅問題啊，即係點形容咧？我哋又唔想評論其他人，意思係如果我哋想比較知識性，即係知識性未必一定係好 intellectual 啊，即係意思係比較多啲知識嘅內涵嘅一啲討論嘅陣時咧，咁對知識興趣嘅人咧就好聽，但係都係 technical 啲嘅，咁變咗咧就係、觀眾少咧，可能係有關係。好啦，咁於是就形成咗個問題咧，就係、你話想話改革啊好，或者係想改變咧，我就比較唔係從呢個視點講啦，就唔係話我哋咩初衷點樣點樣，而係會唔會已經係觀眾有一個我哋叫咩啊？身份上嘅肯定，或者係一個我哋叫做類型化咁就啊。2、3年前嘅陣時咧，我問過，我試過問其他人對堅尼地嗰方面睇，咁佢係會話睇少咗，可能係嗰個你當然講話，我可以講你自己講國際事嘢，然之後講財經啊，講啲其他嘅傅立葉啊，講啲其他政治咁係可以嘅，但係嗰個認同性咧，好似係弱咗嘅，係成個台嘅感覺裏邊好似 fade out 咗一啲嘢，呢個係我嘅感覺啊，好老實咁講先。回想翻喺我離開香港嘅時候，係感到前所未有嘅快樂。最大原因係可以放低一切。喺香港嘅時候，大家都有好多工作、好多職位，而我本人甚至可能各種各樣嘅頭銜，有好幾百個，一時之間可以卸下嗰種嘅喜悅解脫，係無以名狀嘅。但係 YouTube 嘅世界，好多朋友，如果你當佢係一種工作，每日睇 views、睇點擊、睇演算、睇 keyword、睇 hashtag。咁係比你同時要湊10個老細更加辛苦，更加無謂。如果你當每一個人都係你嘅客，咁就真係點呢？天涯途上誰是客，你都要照顧，你都要應酬。用呢個心態，如果你每日冇嘢都要揾嘢嚟講，揾嘢嚟評論，跟住熱話去 search，跟住去起題，跟住每日去計算你嘅流量、你嘅廣告。跟住你每日揾一啲其實冇咩值得講嘅話題，再去話俾人哋聽呢件事好重要啊！咁點解唔正正經經揾份工呢？呢一番說話係我經常同任何有意經營所謂網絡平台，甚至係靠佢為生嘅朋友或者同事滔滔不絕咁樣分享嘅。呢一方面，大家都應該有唔少嘅感受。咁自問呢份唔係一個工，唔係需要咁樣嘅收入，咁我更加自然冇誘因去玩呢個遊戲。呢啲係講緊呢幾年我嘅心路歷程，點解當時決定揾唔同朋友去接手呢個平台。而呢啲分析去到今日，我依然係100%相信嘅。只係呢幾年嚟，我同時間對身邊嘅朋友、同事或者係會員咯，都問多咗另外一組嘅問題。頭先所講反映嘅硬性嘅結構、剛性嘅結構，我哋固然係冇能力去改變，但係如果我哋同樣跌落咗一個 all or nothing 嘅二元對立 binary 嘅思維，你一係就擁抱呢個演算法啦，一係你就走啦。咁其實咁樣都係一種二元對立嚟嘅喎。咁係咪同樣被呢一種嘅演算法影響咗，而自欺欺人，而
而唔覺得呢？再深入咁諗，如果我哋回應翻頭先結構嘅方式，就係 yes or no 一同埋零，咁又係咪有效呢？定係純粹嘅逃避呢？於是諗到咁嘅時候，又涉及到另一種層次嘅檢討啦。既然頭先所講嘅結構係我深信不疑嘅，於是就邀請咗陸陸續續唔同嘅朋友去接手呢個頻道。首先係 Jackie 啦，跟住有 Billy 啊、Hilson 即係傅立言啦等等啦，跟住佢哋都慢慢再邀請咗其他好多嘅朋友，亦都有好多朋友主動嚟幫忙嘅。就呢一種半推半就嘅情況之下，呢個本來係我建立個人化嘅頻道，表面上就叫做成功變成咗一個台啦。表面上啦，當然係。但係其實我哋一直明白呢一個所謂 channel 出現背後嘅原因，或者點解由我自己嘅平台去到我希望淡出邀請其他朋友嚟參與，背後嘅一連串一籃子嘅問題，其實從來都冇解決過。雖然大家都好努力咁樣去做，但係坦白講，亦都得唔到相應嘅回報，唔係講緊錢嘅回報，而係講緊滿足感，或者你本身希望傳遞一啲知識，但係受眾係唔係收到嘅回報。而頭先所講嘅問題並唔會因為做節目嗰個係唔係我而會唔存在嘅。於是其實呢幾年嚟，身邊嘅朋友都係不斷咁樣私下檢討，究竟呢啲問題可以點樣解決呢？而我哋呢幾年嚟都諗過好多唔同嘅解決方案，但係需要時機去揾一個希望一勞永逸嘅答案。咁呢幾年嚟，呢個地方呢個平台又面對緊乜嘢嘅問題呢？第一，雖然我哋好知道唔希望去 entertain 邊一類好對立嘅受眾，但係其實我哋又冇好系統嘅、好精準嘅、好主動嘅、好成功咁樣定義邊個係邊個唔係我哋嘅目標受眾，亦都即係 target audience（TA）。喺呢一方面，我認為個人會員區嘅 target audience 啦係比較清晰嘅，亦都即係話佢哋雖然係有大方向嘅認同，但同時間基本上都係好抗拒兩極化嘅思維，希望係知識先行。大家係有共同或者係差唔多嘅理念，但係亦都唔會因為咁樣而排拒聆聽其他嘅聲音，或者係輕易會將任何嘅聲音去標籤化。其實昔日香港嘅主流社會從來都係咁樣嘅，但係呢一個受眾群體放咗喺 YouTube 身上呢，就好難去精準傳達啦。咁當然我哋不能夠完全去歸咎於演算法，因為大家都係有不能夠抹殺嘅責任。其實我哋並冇真正絕對咁樣放低對流量嘅追求同埋覺悟，呢個係要坦率咁樣承認。雖然相對於好多其他嘅平台，基本上我哋已經叫做唔係點睇呢啲數字，但係唔係點睇，換句話講，亦都真係唔係冇睇，咁已經係需要強烈咁樣檢討。亦都即係話，好多時候大家都冇勇氣完全脫離最熟悉嘅題材，咁樣又點可以跳出呢一個演算法嘅惡性循環呢？而頭先我哋所講嘅現象係好根本嘅傳訊效應嚟嘅，就算你平時係有95%做好務實、好勤力嘅事情，只不過你用咗5%嘅時間同埋精神，不能免俗咁樣去跟隨網絡嘅熱話，譬如抽下水啊咁，大家只會記得嗰5%。就好似聽到呢一段聲音嘅朋友，一定會有啲人有各種各樣奇怪嘅想法，而坦白講，咁就唔係我哋嘅 target audience。我本人就可以好輕易或者好堅定咁樣去釐定邊啲係我嘅受眾，但係 YouTube 係唔會幫你咁做嘅。第二，另一個問題，而家我哋要檢討嘅話，呢幾年嚟，如果話我哋好希望係知識先行，而我哋本身幕後嘅資料搜集，亦都確實係花咗好多嘅功夫。相對於好多嘅平台，我哋幕後嘅團隊係多過幕前嘅。咁其實大家都可以計算到嗰個投放係有幾多。問題係你投放幾多，就唔等於可以建立真正知識先行嘅品牌，亦都係傳訊嘅作用。我哋檢討嘅就係話，演算法無論係有幾多問題都好，呢個世界上冇任何嘅東西存在係一無是處嘅。演算法當然都有佢嘅用途，其中一個我認為相對正面嘅用途，就係對一啲真正喜歡知識先行，對某啲議題有好真切嘅興趣嘅朋友，係會喺演算法揾到知音嘅。
前提係雙方都要係足夠專注 well focused target specific。就好似我每日都會接觸到唔同國家研究國際關係嘅朋友，你喺度，我喺度，佢哋就會喺度。呢一種亦都係演算法帶俾大家嘅一種方便。特別係如果你知道點樣去揾佢哋出嚟嘅話，唔係等待派發嘅話，就更加會事半功倍咯。但係坦白講，呢幾年嚟呢個 channel 無論係線上又甚至係有關我哋朋友嘅線下嘗試觸及嘅題材範疇，都未免係太過繁雜啦。再講白啲，亦都只係太過濫、太過 broad 啦。減法思維係重要嘅 ，less is more。我哋經常都識講，但係斷捨離又係咪咁容易做到呢？越嚟越多嘅內容喺度出現，部分係源自我哋嘅性格，唔希望 say no 或者唔懂得 say no， 部分係我哋誤會咗新舊媒體嘅分野。畢竟我哋可能都依然覺得以前明報、信報呢一類百花齊放嘅平台嘅設計，令到我哋都獲益良多。當然係以前嘅事啦。但係互聯網並唔存在呢一類嘅平台嘅，因為演算法基本上就唔會咁樣派發，效果恰恰相反，結果就唔可以一概而論啦。喺而家嘅互聯網，你有太多唔同嘅焦點，太多唔同嘅風格，太多唔同嘅內容，唔會好似以前嘅綜合型報紙咁樣令到大家 appreciate， 只會調翻轉覺得好失焦。而其實同樣呢一種現象，亦都違背咗我個人一直以嚟好信賴嘅初衷。我自己從來都好相信，你做好一件事就夠噶啦。由呢一件事你 spin off 做乜嘢都可以，只要呢一件事本體係 solid 嘅。但係如果調翻轉，你唔係演繹嘅，係嘗試歸納嘅，咁樣乜嘢都會顯得揾唔到應該有嘅深度，而變得好漂浮。而呢啲都係我哋坦白面對自己做得好唔足夠嘅地方。第三個我哋檢討覺得做得好唔好嘅問題，其實就係講緊一個信息。經常我哋特別我自己啦，都係話呢一類平台係應該去個人化嘅，但係呢個講法 depersonalization 係唔精準嘅，好容易令人望文生義咁樣產生誤會。其實我哋真正嘅意思應該係去私人化。我哋希望嘅係唔需要消費每一個人自己嘅生活、家庭、朋友、個人立場嘅地方，而係分享我哋個人知識嘅地方。起碼理論上我哋希望咁樣。但係如果換一個角度睇啦，你淨係純粹分享知識，喺呢個年代，點解你唔直接問 AI 問題呢？反正你1秒鐘就可以有咩答案都出現啦。點解唔直接去查維基百科呢？如果你話連運用 AI 或者維基嘅時間都希望用 YouTube 嚟取代嘅觀眾，其實亦都唔係我哋嘅目標受眾。所以呢個兩難，我哋係冇解決得好嘅。去到最後，其實我哋希望建立嘅係一個唔需要消費個人嘅私人空間，但係亦都唔會被人工智能取代嘅平台。所以個人嘅元素係需要存在嘅，只不過唔係消費緊你嘅私人生活、私人空間、私人立場，而係你希望傳遞緊你個人嘅溫度、個人嘅喜好、個人嘅風格，特別係你個人點樣建立你知識結構嘅框架，呢啲係 AI 不能取代嘅。我哋經常上堂或者去揾其他書去聽嘅時候，其實都係咁諗。如果你淨係想睇知識，咁你自己睇書啦，你自己抄嘢啦。你去聽某一個人講嘢，你係希望知道佢點樣組合，大家都會揾到個知識。而一個人點樣組合，點樣建立佢個框架同埋結構，就係無可取代。我哋係應該強化呢一點，而唔係單純咁樣去講知識。每一個人都有佢嘅喜惡，但係每一件事都係相通嘅。你中意聽咩歌？你中意睇咩書？你點樣睇呢個世界？你點樣同人相處？每一件事都唔可能係割裂嘅，咁先至會有溫度，先至係會有存在嘅價值。呢啲就係我成日都所講嘅 vibe 啦。咁究竟呢個地方希望傳遞一種乜嘢嘅 vibe 呢？呢幾年嚟確實係唔精準嘅，但係其實我本人為例子。我喜歡嘅從來都係一啲好小眾嘅題目。換句話講，雖然係好小眾，亦都即係話其實係有幾強嘅個人嘅 vibe 嘅存在嘅。反而喺演算法之下嘅公海，因為頭先講嘅種種原因，就逐步剁下就唔見晒。咁其實都係我哋或者我嘅責任嚟嘅。點樣揾翻佢出嚟呢？第四，
我哋嘅檢討係呢幾年嚟，雖然所謂電子唐人街嘅嚟臨係有目共睹，但係背後都係一個悖論，即係話我身邊其實唔少朋友都離開咗一個所謂嘅電子唐人街。離開嘅意思即係話唔喺度每日打躉啦，唔代表唔存在啊嘛。但係離開咗就會離開咗啦，唔會公告天下，因為大家都已經融入咗各自新嘅圈子啦。就好似下一代唔會輕易會聽廣東話嘅頻道，但係佢哋唔會煞有介事咁樣同你講，亦都可以睇到數據同頭先我哋所講嘅大時代相比，究竟聽呢啲頻道嘅人數跌咗幾多，都係心裏有數。以我自己為例子，究竟嘅 spend 幾多時間會聽到呢啲頻道？如果喺統計數字上，基本上對我嚟講啦係唔存在嘅。但係呢個現象，我哋有冇真正嘗試去解決呢？就以國語或者普通話嘅頻道為例啦，唔代表你用呢種語言就係留喺電子國語唐人街，而關鍵係在於你嘅心態、表達手法同埋目標受眾。呢啲頻道能唔能夠接觸到其他嘅受眾？有冇溝通其他地域嘅能力？靠嘅係實際行動，包括或者更重要嘅係負責人線下生活國際嘅視野，而唔係留喺條街嗰度瞻前顧後。如果每日根據 keyword 去搜索，當然就唔可以離開到呢一條街啦。但係其實呢啲 keyword 亦都有佢嘅功能嘅，就係佢會提醒大家點樣去繞過佢哋，擁抱世界，先可以走出一片天。但係有幾多人可以做到呢？喺現實嘅生活咁多年嚟，起碼我自己有一個幾 solid 嘅圈子，就係符合頭先我哋所講同質性強嘅圈子。但係如果喺網絡世界反而要放棄接觸同質性強嘅朋友，邏輯上係講唔通嘅。我哋都希望有平台可以互相連結、互相 connect， 呢個亦都係呢度嘅功能。所以講咗咁多，其實檢討完一輪之後，我哋應該都好清楚答案係啲乜嘢。於是起碼喺1年前啦，就開始提出咗而家要建議嘅方向，即係話我本身翻到嚟呢個平台，而唔同嘅題目應該要開自己專門嘅平台，呢個咁嘅方向。原則上大家都係好贊成嘅，但係行動上人係有惰性，人係有 inertia 嘅，都會擔心任何嘅改變 uncertainty 同埋不可測性。反正亦都唔需要急，喺過去呢幾個月，幸好大家終於完全接受到以下嘅方案嘅必須性，經過咗詳細嘅討論啦、醖釀啦、鋪墊啦，終於就出現咗今次嘅決定，即係翻到嚟呢個地方同埋開新嘅 channel 嘅決定啦。所以喺今日開始會重新喺呢個主 channel 出現，內容好清晰嘅，希望好精準嘅，就係會分享我認為值得關心嘅國際關係資訊。而冇錯，舊年呢幾個月嚟開始推出咗一個實驗性質嘅小 channel， 其實就係一個 pilot test。因為製作嘅同事呢幾個月嚟實驗咗各式各樣嘅安排 ，A/B test。用咩圖、咩音樂、人力資源點樣分配、咩題材、咩時空、咩時段等等，你唯有試當真，先至可以知道實際運作會遇到咩困難。今後亦都希望喺公眾區可以突出到一啲本身應該存在嘅溫度同埋風格，清晰定義頭先我哋所講咗好多次嘅目標群組，亦都希望將進階嘅知識繼續留翻喺會員區內部分享。換句話講，喺呢個地方，今後其實我係會肆無忌憚，完全唔理會演算法，去分享我自己感興趣嘅一啲小眾嘅題目。當你唔需要理會演算法，其實嗰個感覺就好似突然之間你可以唔需要理會任何嘅老細啦，唔需要湊人，嗰種嘅快感係無以名狀嘅。亦都希望唔需要每一分每一秒都係爭分奪秒咁樣去追新聞，始終我哋冇咁樣嘅時間。你要去鬥快，你永遠唔夠資源雄厚嘅大台去快，亦都唔夠全天候可以 spend 24小時喺個網側邊嘅朋友去快。所以我哋只應該做自己擅長嘅結構性嘅事。之後呢個地方每日大概係會有2個節目嘅啫。每日嘅夜晚就係呢個30分鐘嘅國際地圖，入邊係會分享國際關係嘅結構同埋知識。重要嘅係結構，而係點樣去重組知識嘅結構，從來都係我認為最重要嘅。呢個地方唔係國際關係玄學，唔係講緊
估算或者係燈，亦都唔係一啲好吹水嘅評論。評論並唔係呢個地方嘅主題，而個人嘅立場一定我係會放翻喺會員區嘅，亦都唔希望強加於公眾，亦都唔係一個二元對立、仇恨情緒主導嘅地方。重點係結構、結構同埋結構。而喺呢個30分鐘國際地圖入邊，我經常都會覺得，我好希望1年後、10年後睇翻都係唔會過時，因為結構係唔會過時嘅。我哋揾嘅案例都係一啲 case study。如果配合到當時嘅時事，當然係最理想啦。但係亦都唔會刻意。如果一條片係呢一刻先有人睇，下一個鐘頭已經係冇人睇嘅，咁樣亦都唔需要喺我哋呢個地方存在。我哋係講緊以知識嚟帶起結構呢一種嘅運作。而30分鐘國際地圖其中一集，我哋會恢復同軍武戲言、軍武台 Larry 嘅定期合作。係會定期檢討而家全世界大家好關心嘅4大戰線最新嘅情況，但係點樣睇呢啲戰爭嘅前瞻，每一啲細緻嘅未來嘅估算，咁就屬於個人意見，就會留翻喺會員區啦。而30分鐘國際地圖亦都會有其中一集係會同能源嘅平台同埋數據師去合作分析國際呢啲能源嘅走勢啊、價格等等。但係數據部分呢，亦都會留翻喺會員區。至於其他獨家嘅訪問內容啦，當然亦都係繼續喺會員區入邊出現，特別係對其他國家非廣東話嘅英文、國語嘅專家嘅訪問。不過會有一啲嘅精華片段喺公眾區嗰度分享，有興趣嘅朋友當然就可以詳細進入去講翻全本足本嘅分析咯。另一個節目就通常喺午間出現。我會不定期咁樣去分享一啲個人嘅私人收藏，但係所謂嘅藏品唔一定係實物嚟嘅，亦都係包括咗我好喜歡嘅音樂啊、電影啊等等個人嘅喜好，都係會同一啲國際視野、國際結構、國際關係有關。其實我好希望一直嘅目標都係將國際視野變得落地，好怕成日都係啲好硬邦邦嘅 hard facts。正常人係唔會每一刻都討論今日 Trump 點樣啊，打唔打仗啊，油價點樣啊？正常人係唔會咁樣嘅。我哋應該有自己人生、自己嘅喜好，點樣可以通過衣食住行自己嘅喜好去傳遞、去 convey 呢啲嘅 messages？ 點樣可以建立個人真正嘅 vibe？ 唔需要造作，唔需要隨俗，可以傳遞俾自己鎖定嘅目標觀眾，呢啲就係未來嘅挑戰咯。所以我哋應該點樣喺互聯網分析整合之下？我係慢慢有咗一個初步嘅圖像，而喺我自己嘅世界，資訊係一個4層嘅同心圓，最外圍最容易接觸到嘅就係 hard facts， 即係知識啦。內一層就我自己點樣理解數字、知識、事實嘅理論同埋框架，即係我自己嘅結構。而呢個 channel 嘅30分鐘國際地圖就係用我嘅框架、我嘅結構去整理一啲國際關係知識，希望對大家有用。而我亦都好有信心，我自己嘅框架同埋結構唔係 AI 可以取代嘅。但係與此同時，我亦都好強調呢個地方唔係立場先行嘅個人意見節目，從來都相信頭先咁講，大家咪根據接收到個資訊作出你自己立場嘅研判咯。呢啲先至係我哋希望達到嘅初心。於是我自己當然係有我自己嘅觀點啦。呢啲就係同心圓、知識同心圓嘅第3層，個人嘅觀點、立場、感受，我就會留翻喺會員區分享咯。舉例嚟講，美伊戰爭本質上係有 hard facts 嘅，屬於第1層，跟住研究佢嘅結構係屬於第2層。但你評估戰爭會打幾耐，中唔中意，邊個係公義，有冇公義，對邊啲國家有咩影響，用咩方式嚟終結？呢啲係個人嘅評論，無論係自己嘅定係嘉賓嘅，都留翻喺會員區，即係第3層。至於第4層就係我哋嘅友好啦，或者係嘉賓啦，其他人嘅觀點，即係定期訪問嘅專家學者朋友，就會喺會員區嘅進階部分分享。呢啲就係我哋知識結構嘅分工。而只要做到呢4點同心圓嘅建構嘅話，我會相信呢個地方存在嘅目標係會比以前遠遠清晰嘅。至於呢幾個月嘅實驗性質嘅細台，喺改革之後就會繼續存在，成為一個同樣內容但係以國語為媒介嘅新頻道。其實呢個構想亦都存在咗好耐㗎啦。
點樣可以將我哋嘅主台用其他嘅語言傳遞出去呢？但係如果由零開始就主打國語，亦都係舉步維艱嘅。於是就有咗而家嘅 infrastructure，新台度過咗所有嘅 milestone 同埋官方嘅指標，再變翻語言就事半功倍啦。希望到咗科技進一步成熟，可以探索其他語言嘅轉換，但係呢個都係後話，一步一步嚟，按部就班，先至係我哋習慣同埋應該做嘅事情。至於我喺呢個地方出現翻之後，喺會員區嘅分工應該係會更加精準，內容係會更加完善啦。為咗方便去理解，亦都簡單再同大家分享一下會員區以後嘅主要嘅內容，無論係網站 Patreon 定係 YouTube 嘅會員區喺呢一度都係會相通嘅。個人嘅文章分享從來都係會員區嘅主要元素。頭先所講啦，只會喺會員區內部出現同心圓第3、第4層個人評論、個人意見、個人嘅生活。因為喺 YouTube channel， 我哋希望精準定義目標受眾，就係圍繞住國際嘅生活、國際關係、國際嘅結構。但係始終本人對香港係有我嘅感情、我嘅觀察，都係會喺會員區入邊同內部分享嘅。而會員區嘅進階部分最有價值嘅內容，我一直覺得就係各國專家嘅呢啲獨家嘅訪談。反正呢啲嘅內容擺喺廣東話嘅頻道，一直都係曲高和寡，擺幾十秒嘅精華已經係最合適啦。但係我真係覺得佢哋係最有養分、最值得聽嘅。而會員區嘅進階亦都會繼續有國際港傳傳我呢一套都策劃咗好耐嘅書籍嘅初稿連載啦，構想中係會有20本左右，咁唔知會寫到幾時咯。亦都會繼續有回憶錄個人嘅系列啦。不過某呢個部分當然要等一啲合適嘅時機先可以陸續出現。頭先講過 YouTube 會回復翻同軍武戲言 Larry 嘅合作對話，但係根據頭先嘅分工，前瞻局勢亦都係會員區入邊會出現，同數據分析師關於油價嘅合作，對未來前瞻嘅部分亦都係會員區嘅內容。而且以後會員區會新增一項嘅內容，就係參考住一啲西方嘅 book club 嘅模式，可以等會員投票揀一啲我哋復刻嘅精品書籍俾大家內部收藏。而呢一類精品嘅書籍一直以嚟都係我自己好想做，亦都覺得好適合小眾嘅平台做嘅嘢。今後我哋嘅會員每個月都會收到一條嘅連結，去聆聽新成立經濟台頻道嘅 audio 同埋本身呢一個地方嘅 audio， 即係話如果你唔想聽 YouTube 唔想見到廣告，會員區係會俾到一個純聲音嘅檔案俾你嘅。而所有現有嘅會員啦，喺新台出現之前，都係會享有以後經濟台會員嘅同樣嘅內容同埋課程嘅優惠，作為對所有舊會員嘅答謝。而目前我哋有一個所謂嘅 Golden Visa， 即係一個一站式嘅 pass， 一直都冇好認真咁樣去宣傳啦。改革之後，呢一個 pass 或者係 Golden Visa 就會有更加多嘅內容，除咗本身喺呢一個 tiers 嘅朋友會睇到端傳媒同埋 Diplomat 嘅會員付費內容之外，亦都可以同時間瀏覽我哋所有友好媒體各自嘅付費會員內容，經濟台啦、英文嘅評論網站 Cynic Analytic 啦、典藏館啦等等。而頭先嘅轉型成熟之後，有緣一定係會有一啲實體嘅聚會出現嘅。而本身呢一個 pass 出現嘅時候，就係想挑選中英文評論網站、端傳媒 The Diplomat 呢兩個會員嘅 pass 本身就已經會 cover 到個 tiers 嘅成本啦，所以再增加埋頭先我哋所講其他我哋建立嘅內容，應該就會令到呢一個 pass 更加實在。而且除咗內容之外，譬如話典藏館亦都有自己嘅會員制度，雖然會員區嘅內容唔會有太多，但係會員就可以申請影印用嚟做教學嘅用途。所以呢一啲嘅 pass 亦都係未來我哋嘅一個新嘅分工。呢個分工背後就係個專業嘅原則。今後我哋會知道，強行將太多唔同類型、唔同風格、唔同嘅內容擺埋同埋嗰個籃，並唔合適嘅。減法思維係更加重要，咁樣先可以保持所有人各自嘅風格，唔會同目標群組越嚟越違背。今次嘅轉型亦都令到我有機會可以思考下其他近年呢幾年人生遇到嘅，或者係離開香港之後遇到嘅一啲結構性嘅議題。本身 YouTube 唔係我嘅 main dish， 亦都唔係主要關心嘅地方，但係思考呢啲嘅安排係一個好好嘅 soul searching 靈魂尋找嘅練習。
畢竟離開香港都一段日子啦，呢幾年大家嘅生活改變都好大。咁我同大家一樣啦，都會有唔少新嘅興趣、新嘅追求。相信呢啲體會，唔少朋友都會有共鳴嘅。點樣可以承載我哋對香港嘅感情，但係可以喺人生繼續 move on，唔會忘本，但亦都唔需要喺電子唐人街 stuck 喺度永居呢？身邊嘅朋友基本上都係非常熱愛香港，但係愛係唔需要每一刻都掛喺口邊，唔需要每一刻都提住，因為大家都係需要 move on 去融入各地嘅社會。如果係香港嘅朋友，亦都唔需要每刻提住你愛呢個地方，行動、眼神、表達，永遠都係比愛講出嚟更加精準。無論政治係咩形勢，國際係咩形勢，我哋都好希望我哋珍惜嘅 identity 可以長存。所以更加需要知道，其實我哋有咩地方同其他朋友同質性係強呢，先至唔會成為地球嘅邊緣人。呢幾年嘅觀察，香港人喺世界各地最容易溝通嘅國際圈子係有3個特色嘅。Globalized 嘅，即係會擁抱全球又可以在地化嘅一群。Cosmopolitan 嘅，畢竟香港係一個國際級嘅大都會，同埋好有港口屬性嘅 Portal 嘅。點解香港人咁 adaptive？ 點樣可以溝通到咁多嘅地方？其實呢啲係好典型嘅 Portal Identity 港口嘅身份認同。呢幾個主軸提起嘅時候，同香港以外嘅朋友就好容易有共鳴啦。如果佢哋都係擁抱緊呢啲嘅主軸，令到佢哋接納比劃地為牢，其實係更加容易等香港虛擬嘅香港也好，地理嘅香港也好，長存於世界。否則我哋見到點樣劃地為牢、海外民運嘅狀況，往往就係前車之鑑。所以以後提到香港，我會更加喺呢啲出發點去思考嘅。而近年係做咗唔少純開支嘅業務啦，情懷主導、人情主導，但係今後係應該更加目標為本，根據頭先嘅主軸，頭先我哋講嘅一連串觀察去調整我哋嘅分工。而近年亦都有個觀察就係話，你單一以香港為主題嘅內容，好容易就係會跌入過度兩極化嘅思維。畢竟網絡生態就係咁樣，而傳播唔靠網絡亦都好難。咁樣落去，既接觸唔到目標群組，亦都好難連結國際嘅朋友，因為人哋好直接就話冇興趣。所以無論喺理念上、資源上定係結構上，呢啲問題都係要正視嘅。譬如話收藏書、收藏歷史文件嘅典藏館，喺過去呢一年，我哋好努力新增咗，譬如話澳門啊、威海衛啊、廣州灣呢啲港口嘅藏品。佢哋嘅對照同香港嘅互動，先至令到本身我哋熟悉嘅題材變得更加立體、更加有深度。於是其實個場館亦都會更加 broaden 去證明搬到更大嘅空間，同埋會正正式式係以國際嘅港口做主題。另一個例子就係出版啦，一個夕陽嘅行業，以後亦都會用統一咁樣用典藏館嘅名義去出版一啲孤本嘅典籍復刻，或者係一啲可以將香港融入國際身份認同嘅 comparative politics 嘅比較框架嘅著作，亦都包括頭先提過個人嘅呢一套國際講全傳嘅叢書，結合過去同埋未來，先可以揾到頭先我哋所講知識嘅價值。以後我哋會做呢啲嘅內容，一定係會符合翻一個精準目標群組嘅定義同埋興趣嘅。譬如話之後我哋計劃緊新嘅品牌出嘅第一本書係會關於北婆羅洲嘅港口，好似同香港好遙遠，但係其實係非常香港嘅故事。因為第8任港督軒尼詩爵士嚟到香港之前，正正係出任北婆羅洲納敏嘅總督，好多兩地嘅政策居然係互通，但係香港係極少人知道嘅。呢一類嘅知識正正係他山之石，俾我哋參考時候我哋所需要嘅。講咗咁耐，簡單嚟講，歸根究底，一句到尾。呢個地方，我哋希望今後可以連結到我哋希望連結到嘅朋友，我哋希望係有個精準定義嘅知識傳播嘅平台，亦都唔會因為演算法點樣派發或者唔派發去改變我哋所講嘅嘢嘅方針，從來都係做返自己，做自己喜歡、自己擅長、自己能力範圍所及嘅事情，係最令人快樂嘅。喺呢個時代、呢一個年紀、呢個空間，如果都唔能夠做到自己，咁有咩意思呢？希望今後如果同大家有緣嘅話，喺呢度可以定期見面。如果本身我哋唔係同樣嘅頻率，當然亦都唔需要強求
人生無論你喺線上定係線下，都就係咁嘅一回事。有緣再見。堅尼地頻道變更 ，Simon 將回歸主台堅尼地球。30分鐘國際知識地圖堅尼地球校長室將變更為國語頻道。另外開設經濟新頻道，馮智政先力正經頻道。國際夢工場，沉默嘅守護者，有一部印度大外宣嘅 Netflix 劇集。但係越睇就越有味道。國際港傳傳第一卷，美國與香港第25章，美國佔領夏威夷王國嘅香港因素，美夏互惠條約，國際關係深度評經典復刻，伊朗前總統內賈德嘅國內博弈2，國際港傳傳第一卷，美國與香港第26章。香港華人對夏威夷王國嘅善意同埋同情，國際關係深度評經典復刻，伊朗新最高精神領袖會係點樣產生呢？立即成為岑旭輝 Patreon 會員，閱覽完整文章。